未來大家一講到資源，一定係會驕傲於我哋嘅科技嘅賦能嘅。我哋話讓財富自由更簡單。我們跟友邦聯合發布的不是一個 API， 不是一個接口，我們是一種被信任連接的能力。專業保險經紀它的護城河是什麼？專業數據和鏈接人力。我們跟友邦的這次對接，它只是一個開始，它是有很明確的方向，但是它沒有終點。這代表我們的初心，我們想要承擔責任，提高自身的標準，做行業的標杆。希望我們共同的香港保險業能夠越來越好。